時除咗食粽，喺大澳仲有一個傳統習俗。係啊，呢啲膠絲網，呢啲打嚟掹啦，以一筋骨都得嘅，呢啲千幾銀啫。咁穿過去，你可以穿啊，咁穿都得㗎。你又總要兩手嘅，好棘死你，即係肯定冇得喐。揾條水油沖下個肚啊，睇裏邊有冇臭嘢抹，或者魚醬啊、魚葱啊咁抹埋出嚟，搭到夠完啦，咁游一陣，咁吊起水咁就曬噶啦。咁樣就我哋第一步咧就話將啲銀蝦用部機攪碎佢，100斤蝦加6至7斤鹽，咁咧就放上個篩度，咁咧就放上呢度曬。咁咧，而時者曬到去下晝2點鐘到咧，咁就可以完成㗎啦。蝦醬經過發酵，佢有個海產嘅腥味。做呢個步驟咧，將啲腥味咧帶佢出嚟，俾啲風吹走佢，上下撈勻去曬，攪勻佢，再俾佢曬。咁落8克嘅糯米粉，500克大熱水，40克砂糖，3克鹽，2茶匙嘅菜油或者2克油啦，咁就可以搓到呢個糯米粉咁軟熟噶啦。非遺與生活密不可分，隨處可見，隨時遊歷，處處有非遺。